外国来的旅游嘛提前来部署哦。交通部甲主策会运用到虚拟实境所有的科技，结合着台中雾峰的地方特色，来打造做智慧观光区。这个游客会当甲 AI 机器人来对话，体验这无同款的科技文化旅行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部长打地鼠的绩效如何咯？民最精神就是利用算人头代替拍破头，又搁透过 AR 扩增实境，伫民主开会所在算这个电动，会使互你同时体验这两种情景。另外 AI 导览机器人，佫会使甲游客讲话介绍上好耍的所在。雾峰有什么好玩的呢？小美西推荐您超酷的立法院民主议政园区。另外，透过科技 AI， 佫会甲游客推荐上赞的伴手礼。因为疫情影响，国内观光是愈来愈好。交通部甲主策会运用科技，结合台中雾峰地方的特色，打造智慧的观光圈，为国内游览提早部署。包括雾峰林家，过去省议会是台湾文化跟民主的发源地，我们要做文化观光，这里是很适合的场域。台中雾峰有100年的林家花园，嘛是前省议会所在地，还佫有真丰富贯穿文化，适合推动智慧的观光。未来伫日月潭甲阿里山，卖互游客体验有深度甲科技创意的游览，展现观光转型的科技实力。